今日 Steven 同埋 Mario 嚟到 B31 區嘅擴建工程進行監工。大家仲記唔記得1個月之前嘅呢條影片呢？帶大家用上帝視角嚟睇下我哋團隊施工啦。工人目前施工嘅部分就係呢個位，打造一個更加空曠嘅廚房，為呢一戶鍾意煮飯嘅家庭提升生活質量。咁喺英國嘅你哋平時喺外面食飯多、外賣啊，定還是煮飯多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一下。返到嚟條片，工人依家主要嘅目的就係針對地基軟土嘅情況進行加固。植入鋼筋之後淋上混凝土，否則將來起出嚟嘅屋呢，就會可能有地基下陷嘅情況。喺烈日當空之下，工人仍然係展現出好專業嘅表現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